相信我哋都希望對世界做出積極嘅貢獻，並回饋社會。但係我哋應該點樣確保我哋嘅價值觀同埋信念可以喺我哋離開之後繼續傳承落去呢？而慈善信託服務就為咗嗰啲希望回饋社會嘅人提供咗一個好有意義嘅方案。我哋嘅服務包括監管有計劃嘅捐贈、撥款資助及捐贈、慈善信託嘅資產投資同埋有關嘅會計同行政服務。慈善信託服務非常之適合嗰啲希望留低遺產並回饋社會嘅人，又例如高資產淨值人士或者係未婚同冇小朋友嘅人士。例如，你可以設立一個致力於幫助同埋促進教育事業嘅慈善信託。你嘅信託資產可以進行投資，並喺每一年向你指定嘅學校捐贈嗰一年嘅投資利潤為獎學金。你嘅慈善信託將會喺你離開之後繼續發揮影響力，並由撥款委員會根據你嘅意願去協助決定資金嘅受益人。透過慈善信託服務回饋社會及傳承信念，歡迎聯絡我們了解更多。